主播难吧？第二这个啦，这个前边，我把电池忙不灭了。第二这个啦，这个前边，我那个将电池忙不灭了。哎呀，第二个人生干生个点的人，第二个这个前头个，老啊，过日子第二的，我去干这个当啊，认真学他送弄的的。这个点着你个过啦，家没懂你个有，我妈这个点着了，妈这个让这个事弄的个。哎呀，过天那过去我去了等你能嘛，因为连等三万些个，专门跟家等不等，专门跟家日嘛的啦，生生那个这个日啦，这个呢，南路啥这个那个几十不觉得？呀，等那兄弟我去娘个，过去了个了年么的娘肉下就伊。
Oh, yeah, see,